今仔华联县建筑师工会针对公河乡严重受损的89户进行结构的检查来做鉴定。那民众对徛架安全有疑虑，麦当到服务中心去申请协助。入去厝内先检查牛条焊接的四个所在，刷去天棚是不是出现破损，也是重点。华联公河中建第16天，部分的厝面临泡水惨重，国土处召集华联县建筑师工会展开巡检。按照现在的状况，这边没有任何的裂缝，就只是一般年纪使用的痕迹而已。所以基本上，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，基本上都 OK。工会先带19位建筑师分8组，针对进行认定可能较严重损毁的89户，要伫第一天就巡检完，范围包含人行道、辅助街顶。我们会先依照那个中央之前所拟定的那个检核表，针对梁、柱、墙、地板。等等有关于结构性质比较重要的构件来进行检视。当有裂缝有怎么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会稍微做记录。目前受损建筑可能出现3大情形，若是一般装修材损坏，会判定结构无受损；若是条壁破损，会看情形是不是补强。上严重是损伤结构，可能会建议拆掉。那是一定会的。如果到2楼去的话，可能是更危险。这一排都是平房。比较危楼啦，就因为那天水来真的也很高。另外，民众若对家己的厝建筑安全有疑虑，赶快引起一站式服务中心申请建筑师鉴定。我们会请安全技师先优先去到原民部落的这一个房屋去做安全鉴定，其他民众呢，因为离市区比较近，就到第3方那边去都登记申请。公河地区复原之路依然是正慢，专业技术的加入也希望应互民众多较安心，生活豆豆正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